願主與你哋同在。恭讀聖馬竇福音，主願光榮歸於你。那時候，耶穌來到了斐理伯的凱撒勒雅境內，就問門徒說：人們說人子是誰？門徒說：有人說是洗者若翰，有人說是厄里亞，也有人說是耶肋米亞，或者先知中的一位。耶穌對他們說：你們說我是誰？西滿伯多祿回答說：你是默西亞，永生天主之子。耶穌回答他說：約納嘅兒子西滿，你係有福嘅，因為唔係肉同埋血啟示咗你，而係我在天之父。我再給你說，你是伯多祿磐石，我要在這磐石上建立我的教會，陰間的門決不能戰勝它。我要將天國的鑰匙交給你，凡你在地上所束縛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縛；凡你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釋放。耶穌於是嚴禁門徒不要對任何人說他是默西亞。基督嘅福音。嗱，喺20世紀初咧，1939年咧，教會咧係好意外咁喺聖伯多祿大殿嘅祭台正方咧下邊呢個地下咧揾到一啲墓穴啊！咁根據各種考古嘅驗證咧，同埋學者好嚴格嘅各方面嘅考古嘅驗證同埋咧各方面嘅驗證，特別係我哋知道咧，伯多祿佢喺初世紀喺羅馬嗰度殉道嘅，佢係倒轉頭被釘十字架嘅嚇。咁佢喺尼祿競技場附近嗰度殉道，咁呢個地點咧亦都係吻合我哋揾到嗰個墳墓嘅地點嘅，所以經過非常之嚴格嘅各方面嘅證實之後咧，絕大部分嘅學者咧都認為咧揾到嘅墓穴同埋骸骨咧係宗徒之長伯多祿嘅墓穴同嘅骸骨嚟嘅。好啦，嗱咁呢一個點解今日要分享一樣嘢？因為呢樣嘢非常之重要嘅嚇，因為喺16世紀之前咧係冇人質疑伯多祿作為宗徒之長呢一件事嘅嚇，但係16世紀由於新教嘅興起咧，開始有好多質疑聲音啦。佢哋認為咧，伯多祿根本冇去過羅馬，你何以稱羅馬教宗係伯多祿嘅繼承人咧？係咪啊？佢人都冇去過，但係咧，我哋喺羅馬聖伯祿大殿揾到佢嘅墓穴，經過咁嚴格嘅學術論證同埋學術嘅證據、考古嘅證據，都係咧同埋種種嘅歷史嘅證據都係證實咧，呢一個咧係伯多祿嘅墓穴同埋裏面嘅骸骨咧係佢嘅骸骨嚟嘅。咁好明顯咧，呢個就係好強烈嘅證據咧，回答緊呢個問題，就係伯多祿不單止有去過羅馬，佢喺羅馬殉道，呢啲有歷史記載嘅，同埋咧呢一個咁嘅考古發現咧，係對於我哋教會嘅信仰咧有個係一個好強力嘅一個支撐嚟嘅。伯多祿咧的確係將佢個職位咧傳咗俾羅馬嘅主教，所以咧其實教宗有羅馬主教嚟嘅。嗱，我哋今日嘅福音咧講到一個場景就係喺耶穌同佢門徒去到斐理伯凱撒勒雅境內咧，呢一次咧好有趣喎。耶穌喺福音裏邊咧，我哋未見過耶穌主動話自己係天主子或者默西亞，佢冇咁講，至於福音冇咁記載。但係今次咧，佢主動問啲門徒：人們說人子是誰啊？人即係佢自稱嘅啲人點講下邊個啊？咁樣佢問啲門徒主動問啲門徒就話係有啲人話咧，你係洗者若翰嚟嘅。我哋知道咧猶太人咧有啲咁嘅諗法嘅，即係覺得嗰個先知咧後來咧有重新出，
就係另一個出現嘅人咧，就係嗰個先知嚟嘅。佢哋有啲咁嘅諗法嘅。有人話你係洗者約翰啊，有人話你係厄里亞嗱。大家聽過厄里亞係舊約裏面一個好偉大嘅先知啦，係咪？佢乘個火馬車升空㗎啦，係啦。咁有人話咧係耶勒米亞先知啊，或者其中一位先知咁樣。即係猶太人有個諗法咧，就係我哋而家啲重要人物咧係以前先知嘅再現嚟嘅嚇，佢哋有啲咁嘅諗法嘅。咁耶穌話：咁你哋點睇咧？係嘛？呢啲係人哋講法啦，你哋點睇咧？即係你哋都係12宗徒，你哋點睇咧？你睇下伯多祿咧就第一個回答啦。佢話：你係默西亞，永生天主之子。伯多祿講嘢咧，我哋喺福音裏面咧，我哋通常發覺伯多祿講嘢都有少少務實嘅但係今次佢講嘢倒係好精準喎佢好清楚，你就係默西亞。係永生天主之子，呢度講咗兩個好重要嘅真理。第一，你係我哋整個民族法律同埋先知所期待嗰個默西亞，所預言所期待默西亞。第二，你不單止係默西亞，你係天主子。呢一個天主子嘅概念咧，唔係舊約嘅概念嚟嘅，睇唔睇到啊？舊約冇天主子呢個概念嘅，當然。舊約都有概念，我哋人就係天主嘅子女啦。但係伯多祿講呢個天主子唔係呢個意思啊嘛，係嘛？佢唔係話人人都係天主子女咁嘅意思，佢唔係，佢直情話耶穌就係天主嘅唯一嘅聖子，係咁嘅意思啊！睇唔到啊？即係耶穌就係天主啊！舊約講嘅人係天主子啫，呢一個就係我哋都係人嚟噶嘛，唔係天主嚟噶嘛。但係佢話天主子就係指耶穌係天主咁嘅意思，明唔明啊？嗱。呢一個石破天驚啊！所以點解耶穌咁嘅回答？佢係約納嘅兒子西滿，西滿係伯多祿嘅本來嘅名嚟㗎嘛。佢話你係有福嘅，因為咧唔係血肉啟示我哋，即係唔係因為你作為一個人咧，你能夠明白呢個真理。呢個唔係人所能講到嘅真理。呢個係乜嘢啊？因為我在天之父啊，俾咗恩寵俾你啊，係咪啟示咗你啊？係咪度啊？即係話咧，你之所以能夠講到，唔係因為你比其他人更加聰明、更有智慧，而係因為我在天之父啟示咗你，所以你先能夠講出呢兩個咁重要嘅真理。其實呢兩個真理就係一個真理嚟嘅啫嘛。好啦，所以跟住咧，佢就講佢嘅任命啦。講完咗咁重要咧，讚咗之後佢任命，佢話你係伯多祿。伯多祿呢個名咧係解磐石咁嘅意思。好啦。佢話：我要喺你依塊磐石上面咧，建立我嘅教會，睇唔睇到？好清楚，建立我嘅教會，陰間嘅門決不能戰勝它。即係話咧，教會係戰勝咗死亡，明唔明白？死亡係戰勝唔到教會，係教會戰勝咗死亡，因為基督嘅奧體就係教會。基督戰勝咗死亡，教會當然戰勝死亡啦。我要將天國嘅鑰匙交給你。呢個用一個文學比喻，用鑰匙係嘛？鑰匙就開門㗎嘛，即係話我要將開天國大門嗰度鎖匙交俾你。凡喺你上所束縛嘅，你喺地上你唔寬恕嘅，喺天上都要被束縛，天上得唔到寬恕係嘛？凡喺地上所釋放嘅，喺天上都會被釋放，凡係你所寬恕嘅，天上都會寬恕。即係簡單嚟講，你伯多祿就係天國大門嘅持有嗰個大門鎖匙嘅人，你可以有呢一個赦罪嘅權柄，明唔明啊？你赦嘅罪，天國承認；你唔赦嘅罪，天國都唔赦。呢一個咧。有好多層意思，第一層意思就話伯多祿就係宗徒嘅首長同埋教會嘅首長，明唔明啊？因為只係得一個人持有呢一個天國嘅鎖匙嘅啫嘛，咁呢個當然係教會首長啦。但唔單止係講，就係伯多祿有赦罪嘅權柄，明唔明啊？你赦嘅罪，天國都赦；你唔赦嘅，天國都保留，係咪到？呢個就係我哋其中一個。聖經對於我哋修和聖事，即係話咧，教會有赦罪權柄一個聖經嘅證據嚟嘅，好清楚嘅。但係唔單止係呢一個嘅，仲有其他
地方咧，主耶穌有相同類似嘅嘢嚇。所以你會睇到咧，今日嘅福音係好重要嘅。佢講出幾個重要事實。第一，伯多祿係宗徒嘅首長，而呢個咧係得到考古學嘅證實嘅，係咪？我哋揾到佢嘅墳墓。第二咧，佢係將主耶穌係將天國嘅即係呢個赦罪嘅權柄咧，交咗俾伯多祿。交俾伯多祿等於交俾教會，明唔明啊？因為伯多祿代表整個教會嘅，即係話教會可以有地上有赦罪嘅權柄嘅。教會赦嘅罪咧，天國都會赦嘅；教會唔赦嘅罪咧，天國都會保留，明唔明啊？呢個就係我哋話點解我哋教會我哋嘅修和聖事能夠赦罪嘅聖經嘅基礎啦。嗱，呢個唔係天主教亂噏出嚟嘅，我哋係有嚴格嘅聖經根據同埋神學嘅論證嘅。好啦，我哋知道咧，關於宗徒之長咧，佢仲有啲權柄咧，我哋要解釋下嘅。有冇聽過教宗不能錯呢個咁嘅講法啊？可能有人聽過，係咪啊？係啦，呢個係梵蒂岡第一次大公會咧所欽定嘅。嗱，咁好多人話唔係嘛，教宗不能錯？喂，大佬係人都會錯㗎啦，係咪啊？點可能教宗不能錯啊？咁唔通教宗講任何一句説話都不能錯？嗱，唔好意思，呢個教宗不能錯唔係咁嘅意思。當大公會宣布教宗不能錯，佢係指非常之準確指兩樣嘢。第一，教宗以教會最高牧人嘅身份，隆重地頒布有關教義同埋倫理嘅教導，就享有不能錯嘅特恩。留意，我再講。第一，佢係以教會最高牧人嘅身份。如果有傳媒訪問教宗，教宗啊，平日你食啲咩嘢㗎？咁佢話冇，我食2隻雞蛋嘅啫，咁樣早上啊。後來其實發覺佢講錯咗嘅，因為原來咧佢老人家咧根本咧就平時食1隻嘅啫，佢以為食咗2隻，咁佢係錯咗喎。咁佢可唔可以錯啊？可以嘅，佢係人嚟㗎嘛，佢記憶可以錯嘅，係咪啊？但係佢咁樣呢個接受傳媒訪問，佢唔係以教會最高牧人嘅身份講，佢食咗幾多雞蛋啊嘛，明唔明啊？佢以一個老人家嘅方式講自己生活上之後要食幾多雞蛋，呢個唔享受不能錯嘅，佢可以錯嘅，明唔明啊？仲有教宗有關牧民嘅策略咧可以錯嘅，即係佢頒布啲牧民措施咧可以錯嘅，因為牧民冇對錯嘅，牧民只係有效更有效嘅啫，明唔明白？所以咧牧民方面嘅措施咧佢可以錯嘅，所以佢不能錯就係佢以教會最高牧人身份隆重頒布。咩叫隆重頒布啊？用書面嘅形式，用成張書面嘅形式，係咪啊？教宗簽實名，教宗代表成個教會簽名，用書面形式，同埋喺隆重嘅彌撒裏邊所宣佈嘅，咁叫隆重，明唔明啊？同埋呢個範圍係2個範圍，第一就係關於教義上面嘅，第二關於倫理方面嘅。呢2個方面嘅嘢咧，佢先可以有不能錯嘅特恩，其他佢可以錯嘅。好，明唔明白？嗱，所以咧唔好以為教宗不能錯係佢講乜都不能錯，唔可能嘅呢樣嘢，係講得好清楚嘅。嗱，我點樣解釋呢樣嘢咧？因為呢一啲咁嘅講法咧，就算我哋好多教友都搞唔清楚嘅。我哋唔知道教宗不能錯係咩意思，我哋要去講乜嘢嘢都不能錯，呢個係唔可能。所以係有好嚴格嘅條件嘅。其實我哋講教宗不能錯咧，嚴格嚟講咧，不如話教會不能錯。因為點解咧？因為教宗佢所簽署嘅頒布有關有關教義同埋倫理嗰啲教導咧，根本本身唔係教宗本人制定出嚟嘅，係由教會啲神學家經歷咗幾百年，明唔明啊？非常嚴格嘅討論，有啲經過大公會議嘅頒布。我舉一個例子，1950年教會咪頒布咗一個聖母升天嘅信理嘅，記唔記得啊？呢個好出名嘅聖母升天嘅信理係1950年頒布嘅。我想問下大家，聖母係咪1950年升天嘅？係咪啊？梗唔係啦，
聖母係初世紀已經升天㗎啦嘛，明唔明白？你睇唔到聖母升天依個咁嘅順利，即係依個教義咧，係經過咗千幾年嘅辯論同埋討論啊，反覆辯論，唔知幾多千個神學家討論過呢個問題，經過教會非常之悠長嘅時間，不斷咁樣揾證據，不斷思查，先確定一樣嘢。所以呢個根本就唔係教宗一個人嘅神學思想嚟嘅，明唔明啊？係成個教會確定嘅神學真理嚟嘅。所以教宗點解不能錯？其實係教會不能錯。教宗所頒布嘅任何嘅有關倫理道德同埋教義上面嘅真理咧，都係經過教會非常之悠久嘅歲月，好多神學家嚴格討論過、反覆討論過，開晒會先決定咗。不過係以教宗嘅名義頒布，明唔明啊？所以我哋話教宗不能錯咧，更嚴格講就係教會不能錯。咁你點解教會不能錯？當然啦，如果教會都錯嘅話咧，咁我哋就冇辦法有真理嘅標準㗎啦，明唔明啊？因為所有真理都係教會所理解、教會所頒布㗎嘛。我哋睇翻今日嘅讀經，主耶穌將天國嘅鑰匙交咗俾伯多祿。如果教會都可以錯嘅話，何以佢能夠拿住天國嘅鑰匙啊？明唔明啊？如果教會頒布嘅真理係可以錯嘅話，佢點樣能夠攞住呢個天國嘅鑰匙啊？明白嘛？佢能夠手持天國鑰匙，即係教會係個天國嘅鎖匙咧，佢代表教會啫嘛。咁如果教會又係能夠錯嘅話，引導人走向呢個喪亡嘅、離開天主嘅，教會點樣能夠持有天國鑰匙？睇唔睇到啊？你間接就明白咗呢個道理噶嘛？因為天主一定係派遣聖神保守教會，唔會喺真理上面犯錯噶嘛。如果教會喺真理上犯錯，佢點樣教導萬民認識真理啊？嗱，所以咧，教會不能錯咧，唔係我哋想像出嚟嘅，係主耶穌嘅命令嚟嘅，係咪就話？佢將天國鑰匙交咗俾教會啊嘛，佢將天國赦罪嘅權柄，佢將個聖靈交俾教會啊嘛。如果教會係不斷犯錯，喺真理上犯錯，點樣能夠作為呢一個天國大門嘅護守者咧？所以我哋知道咧，原來教宗不能錯係指教會不能錯。教會不能錯係因為主耶穌佢嘅聖神保守咗教會，讓教會喺有關教義同埋倫理嘅真理係不能錯。不過教會喺牧民嘅政策咧可以錯嘅，明唔明啊？因為牧民政策係有效與冇效啫嘛，其實唔係對錯嘅問題啊嘛。教會喺其他方面可以犯錯嘅，教會歷史上亦都有犯錯嘅，明唔明啊？所以咧，我哋話教會不能錯，只係兩方面，喺有關倫理道德嘅真理同埋教義方面不能錯，其他方面可以錯嘅。教會好清楚嘛？好嗱，原來我哋今日呢一個福音咧有咁深刻嘅意思嘅嚇。對於我哋有啲好爭論咗幾百年問題咧，我哋已經有咗答案啦。我哋感謝讚美天主啦，因為咧聖神咧常常臨在於教會，領導教會，讓我哋能夠明白真理。